嘿，各位朋友，我是你們的老朋友 Eric。你們有沒有過這樣的體驗？你跟朋友聊天，聊着聊着，突然發現，怎麼我們倆說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兒？或者你跟同事討論一個方案，大家各執己見，誰也說服不了誰，最後會議不歡而散。又或者你在網上看到一個熱點事件，評論區吵得不可開交，你心裏想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誰說的對，誰說的錯？這些場景是不是特別熟悉？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會陷入這種雞同鴨講的困境，並不是因為我們不夠聰明，也不是因為對方太固執，而是因為我們看問題的角度，我們思考問題的起點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底層邏輯不同。今天我要帶大家一起走進一本特別的書，它不是一本教你具體知識的書，而是一本教你如何看透這個世界的書。這本書就是劉潤老師的《底層邏輯》。說到劉潤老師，他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中國頂尖的商業顧問，寫過好幾本暢銷書，比如《5分鐘商學院》、趨勢等等。他服務過的公司，那都是響當當的大牌，像騰訊、百度、海爾，還有很多世界500強企業。可以說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幫助這些大企業解決最複雜、最棘手的問題。而他解決問題的秘訣，就是這套底層邏輯。劉潤老師把這些年來他看透商業、看透人性的思考方法，都濃縮在了這本書裏。他不是給你魚，而是教你捕魚的方法。他不是給你答案，而是給你一套思考問題的框架。聽完今天的內容，你會發現很多以前讓你困惑不解的事情，突然就茅塞頓開了。你會學會如何從本質上理解問題，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判斷。接下來，我會把我讀這本書的心得精髓，分為3個部分來為大家深度解讀。第一部分，我們會先來搞清楚，到底什麼是底層邏輯？它為什麼這麼重要？我會用一些特別生活化的例子，讓你對這個概念有最直觀的感受。第二部分，我們會深入探討如何運用底層邏輯來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。我們會聊聊邏輯思維的幾個核心要素，以及如何避免常見的思維陷阱。第三部分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我們會把底層邏輯應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看看它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個人成長、商業模式，甚至是如何應對不確定性。準備好了嗎？讓我們一起開始這場思維升級之旅吧。第一部分，什麼是底層邏輯？它為什麼這麼重要？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樣一個故事？說有2個人在爭論，一個說這杯水是半滿的，另一個說這杯水是半空的。他們倆誰也說服不了誰，因為他們都在描述同一個事實，只不過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的階段。但如果我們能跳出來問一句，這杯水為什麼會是半滿或半空的？它原本是滿的還是空的？它的用途是什麼？這時候我們就開始觸及到底層邏輯了。那麼到底什麼是底層邏輯呢？簡單來說，它就是事物最底層、最本質的運行規律，是支撐所有表象的基礎。它就像一棵大樹的根系，你看不到它，但它卻決定了樹能長多高，葉子能多茂盛。我們平時看到的各種現象、各種知識、各種方法，都只是這棵樹的枝葉。如果我們只盯着枝葉，而不去理解根系，那麼我們學到的東西就很容易過時，也很難舉一反三。劉潤老師在書裏舉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例子。他說，如果你問一個孩子，為什麼人不能在水裏呼吸？孩子可能會說，因為人沒有，這是一個表層的答案。如果你再問，那為什麼魚有就能在水裏呼吸？孩子可能會說，因為魚是魚，這還是表層的答案。但如果你繼續追問，那到底是什麼？它為什麼能幫助魚在水裏呼吸？
你就會發現，最終的答案會指向一個更底層的物理和化學原理。水中有溶解氧的特殊結構，能夠高效地從水中吸收氧氣。這就是底層邏輯。再舉個我們生活中的例子，你們有沒有發現，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去咖啡館工作？這是一個現象。如果你只看現象，可能會覺得，他們就是喜歡那種小資情調。但如果我們從底層邏輯去分析，你會發現，這背後其實有更深層的原因。第一，咖啡館提供了相對安靜、有氛圍的公共空間，適合專注工作。第二，咖啡館提供了電源和網絡，滿足了現代人的基本需求。第三，咖啡館的消費門檻不高，一杯咖啡就能坐一下午。第四，它提供了社交的可能性，偶爾抬頭看看周圍的人，也能帶來一些靈感。這些原因加起來，就構成了咖啡館成為年輕人工作場所的底層邏輯。一旦你理解了這個底層邏輯，你就能預測未來可能還會出現更多類似的第三空間，它們不一定是咖啡館，但一定滿足了這些底層需求。所以，理解底層邏輯，就是去理解事物背後不變的東西。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，各種新概念、新技術層出不窮。如果你只去追逐表面的變化，你永遠也追不完。但如果你能掌握底層邏輯，你就能以不變應萬變。就像劉潤老師說的，底層邏輯是萬變中的不變。為什麼底層邏輯這麼重要呢？我總結了3點。第一，它能幫助我們看清本質，避免被表象迷惑。很多時候，我們看到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。如果我們只解決表面的問題，而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源，那麼這個問題遲早還會捲土重來。比如，一個公司業績下滑，你可能覺得是銷售不夠努力，但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產品本身沒有競爭力，或者市場策略出了問題。只有找到底層原因，才能對症下藥。第二，它能幫助我們建立一套可遷移的思維框架。什麼叫可遷移？就是你學會了這種思考方式，它不僅能解決這個問題，還能解決那個問題，甚至能解決你從來沒見過的問題。就像數學公式一樣，你學會了加減乘除，無論數字怎麼變，你都能算出來。底層邏輯就是你思維的公式。比如商業世界的很多底層邏輯，比如供需關係、邊際成本、規模效應，這些概念不僅適用於互聯網公司，也適用於傳統製造業，甚至適用於你個人職業發展的規劃。第三，它能幫助我們做出更明智的決策。當你理解了事物的底層運行規律，你就能更準確地判斷趨勢，預測未來。當別人還在為眼前的得失而糾結時，你已經能看到更遠的地方。這會讓你無論是在個人選擇、職業發展，還是投資理財上，都能做出更符合長期利益的決策。所以，學習底層邏輯，不是為了讓你變得多麼高深莫測，而是為了讓你活得更明白，活得更通透。它是一種強大的思維工具，能讓你從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困境中解脫出來，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。第二部分，如何運用底層邏輯來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。既然底層邏輯這麼重要，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去運用它呢？劉潤老師在書中給了我們很多啟發。我認為運用底層邏輯分析問題，關鍵在於掌握幾個核心的思維工具，並且學會避免一些常見的思維誤區。首先，最重要的思維工具就是要素、關係、環境。這是劉潤老師提出的一個非常實用的分析框架。任何一個複雜的問題，你都可以把它拆解成這3個部分。要素就是構成這個事物的基本組成部分。比如一個公司，它的要素可能是員工、產品、客戶、資金、技術等等。關係就是這些要素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、相互影響的。比如員工和產品的關係是生產，產品和客戶的關係是銷售，資金和技術的關係是投入和產出。環境
就是這個事物所處的外部條件，比如市場的競爭狀況、政策法規、宏觀經濟形勢、社會文化等等。當你遇到一個問題時，不要急着下結論，先用要素、關係、環境這個框架去拆解它。舉個例子，假設你是一個餐館老闆，最近發現店裏生意不好。如果你不使用底層邏輯，你可能會想，是不是菜不好吃？是不是服務員態度不好？是不是隔壁新開的店搶了生意？這些都是表層的猜測。但如果你用要素、關係、環境來分析，要素，你的餐館有什麼要素？菜品、服務、裝修、價格、地理位置、廚師、服務員、供應商等等。關係，這些要素之間怎麼互動？廚師做菜，服務員上菜，客戶消費，供應商提供食材。菜品質量影響客戶滿意度，服務態度影響回頭客。環境，外部環境是什麼？周圍有沒有新開的競爭對手？附近的人流量有沒有變化？人們的消費習慣有沒有改變？食材成本有沒有上漲？當你這樣拆解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問題可能不是出在單一環節，而是多個環節的綜合作用。比如，可能是周圍新開了一家網紅店，導致你的人流量減少，環境變化。同時，你的菜品多年不更新，口味已經跟不上年輕人的喜好，要素老化，再加上服務員流失率高，服務質量下降，關係問題。當你把這些要素、關係、環境都考慮進去，你就能更全面地理解問題的根源，從而制定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，而不是盲目地降價或者換菜單。其次，我們要學會假設、驗證、結論的邏輯閉環，這是科學研究和商業決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思維方式。當你對一個問題有了初步的判斷後，不要直接當成事實，而是把它當成一個假設。然後，你需要去收集數據，進行實驗，來驗證你的假設是否成立。最後，根據驗證的結果，得出最終的結論。比如，你假設提高服務員的薪水能提升服務質量，這是一個假設。接下來，你不能直接給所有服務員加薪，你可以先在其中一家店試點，給一部分服務員加薪，觀察他們的服務態度和客戶滿意度是否真的有所提升，驗證。如果提升了，那麼你的假設就被驗證了，你就可以得出提高薪水確實能提升服務質量的結論，然後推廣到所有店面。如果沒有提升，那說明你的假設不成立，你需要重新思考，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影響服務質量。這種假設、驗證、結論的思維方式，能幫助我們避免拍腦袋決策，減少試錯成本，讓我們的判斷更接近事實。第三，要警惕常見的思維誤區。劉潤老師在書中提到了很多，我挑幾個最常見的跟大家分享。相關性不等於因果性，這是最容易犯的錯誤。我們常常會把同時發生的兩件事，或者有相關性的兩件事，誤認為它們之間有因果關係。比如，你發現每次你穿紅衣服，那天就容易下雨。你可能會得出結論，穿紅衣服會導致下雨，這顯然是荒謬的。穿紅衣服和下雨可能只是巧合，或者它們背後有共同的第三方因素影響。在商業中，很多人會把銷售額增長和廣告投入增加簡單地劃等號，但實際上，銷售額增長可能還有產品創新、市場環境好轉等其他原因。所以，當你看到兩個現象同時出現時，一定要多問一句：它們之間真的有因果關係嗎？幸存者偏差，這個誤區也特別普遍。我們在觀察事物時，往往只看到了幸存者，而忽略了那些失敗者。比如，你看到很多成功人士都每天只睡4個小時，於是你得出結論，成功人士都睡得少，所以我也要少睡。但你沒有看到那些每天只睡4個小時，但最終卻失敗了的人。
他們可能因為睡眠不足而效率低下，甚至健康受損。所以，當你看到成功案例時，一定要問問自己，那些沒有成功的案例是什麼樣的？我是否只看到了冰山一角？歸因謬誤，我們在解釋別人的行為時，常常會把他們的行為歸因於他們的內在特質，比如性格、能力，而忽略了外部環境的影響。但解釋自己的行為時，卻恰恰相反，常常歸因於外部環境，而忽略了自己的內在因素。比如，看到別人遲到，你會想，這個人真懶散，沒有時間觀念。但如果是自己遲到，你就會說，哎呀，今天路上堵車了，或者鬧鐘沒響。這種雙重標準會讓我們對問題的判斷失真。所以，運用底層邏輯，不僅要學會分析框架，更要學會審視自己的思維，避免這些常見的坑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真正地看清事實，做出理性的判斷。第三部分，底層邏輯在個人成長與商業世界中的應用。理解了底層邏輯的內涵和分析方法，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些寶貴的思維工具應用到我們的實際生活中。劉潤老師在書中將底層邏輯應用在個人、組織、社會等不同層面，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啟發。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聊聊它在個人成長和商業世界中的應用。在個人成長方面，底層邏輯告訴我們，個人成長的本質是不斷提升自己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。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，如果你做的事情別人都能做，那麼你的價值就會被稀釋。但如果你能掌握一些獨特的技能，或者能夠把多種技能組合起來，形成一種別人難以複製的能力，那麼你的價值就會凸顯出來。舉個例子，你可能是一個很棒的程序員，這是一種技能。但如果你同時又懂市場營銷，還能寫出有感染力的文案，那麼你就不僅僅是一個程序員，你是一個能獨立完成產品從開發到推廣全鏈條的稀缺人才。這就是底層邏輯在個人成長上的體現。不要只追求單一技能的深度，更要追求多種技能的組合，形成自己的護城河。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底層邏輯——複利效應。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說過，複利是世界的第8大奇蹟。在個人成長中，複利效應體現在哪裡呢？它體現在你每天微小的進步上。比如，你每天堅持閱讀半小時，1年下來，你可能比別人多讀了幾十本書。你每天堅持學習一個新概念，1年下來，你的知識體系就會變得更加完善。這些微小的、持續的努力，會在時間的積累下產生驚人的效果。就像滾雪球一樣，一開始很小，但越滾越大。所以，不要小看每天一點點的努力，它們才是你未來成功的底層基石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底層邏輯，那就是邊界。劉潤老師強調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邊界、認知邊界。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，劣勢在哪裡。不要盲目地去追求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，而是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擅長且有價值的事情上。同時，也要學會與他人協作，彌補自己的不足。比如，你可能是一個技術高手，但不擅長溝通，那麼你就應該找到一個溝通能力強的夥伴，共同完成項目。認識自己的邊界，才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優勢。在商業世界方面，商業世界的底層邏輯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簡單。劉潤老師強調，商業的本質是交易。所有的商業活動，無論是賣產品還是賣服務，最終都是為了完成一筆交易。而交易的底層邏輯是價值交換。只有當你提供的東西對對方來說是有價值的，並且這個價值大於對方付出的成本，這筆交易才能成立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在商業上取得成功，你就要不斷思考：我能為客戶創造什麼價值？我的價值在哪裡？比如一家餐館，它提供的價值不僅僅是食物，
還有用餐體驗、環境氛圍、社交場所等等。一家科技公司，它提供的價值不僅僅是技術，還有解決方案、效率提升、成本降低等等。當你把視覺從我要賣什麼轉變為我能為客戶解決什麼問題、創造什麼價值時，你的商業模式就會變得更加清晰。另一個重要的商業底層邏輯是邊際成本和規模效應。邊際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個單位產品或服務所增加的成本。比如，你生產一個杯子，從零開始，成本很高，但當你已經有了一條生產線，生產第二個、第三個杯子時，增加的成本就會很低。規模效應是指當生產規模擴大時，單位產品的成本會下降，從而帶來更高的利潤。互聯網公司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們的邊際成本極低，甚至接近於零。比如，開發一個 App 前期投入很大，但當 App 開發完成後，每增加一個用戶，幾乎不需要額外成本。這就使得他們能夠迅速擴大規模，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，從而擊敗傳統行業。理解這個底層邏輯，對於我們創業或者選擇行業都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做一個能夠快速擴張的事業，那麼你就要思考如何降低你的邊際成本，如何利用規模效應。最後，我想說一個關於不確定性的底層邏輯。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，疫情、技術變革、國際局勢，各種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。很多人會感到焦慮，感到無所適從。但劉潤老師告訴我們，不確定性是這個世界的常態，也是機會的來源。底層邏輯告訴我們，面對不確定性，我們能做的不是消除它，而是提升自己的應變能力和韌性。這就像一艘船在風浪中航行，你無法控制風浪，但你可以加固船體，提升駕駛技術。具體來說，就是保持開放的心態，不要固守舊有的知識和經驗，要勇於接受新事物，學習新知識，建立多元化的能力，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，多培養幾項技能，多儲備幾條後路，保持現金流和健康的體魄，這是應對風險的底線。總之，底層邏輯不是教你具體的招數，而是教你如何看清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律。當你掌握了這些底層邏輯，你就能在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，在複雜中找到簡單，從而做出更明智的選擇，過上更主動的人生。總結：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不知不覺，我們已經一起走過了《底層邏輯》這本書的精髓之旅。回顧一下，今天我們主要聊了3件事。首先，我們搞清楚了什麼是底層邏輯。它是事物最底層、最本質的運行規律，是萬變中的不變。理解它，能幫助我們看清本質，建立可遷移的思維框架，並做出更明智的決策。其次，我們學習了如何運用底層邏輯來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。我們提到了要素、關係、環境這個實用的分析框架，以及假設、驗證、結論的邏輯閉環。同時，我也提醒大家要警惕相關性不等於因果性、幸存者偏差和歸因謬誤等常見的思維誤區。最後，我們將底層邏輯應用到了個人成長和商業世界中。我們了解到，個人成長的底層邏輯是提升自己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，並利用複利效應；而商業世界的底層邏輯是價值交換，以及對邊際成本和規模效應的理解。面對不確定性，我們要提升自己的應變能力和韌性。聽完這集節目，我希望你不要只是聽完，而是真正地聽懂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把這些底層邏輯內化為你自己的思維方式，應用到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。記住，這個世界很複雜，但底層邏輯很簡單。當你掌握了它，你就能像劉潤老師一樣，撥開迷霧，看清事物的本質，從容應對各種挑戰。希望這集節目能給你帶來一些啟發，讓你成為一個更有洞察力、更有智慧的人。誠摯推薦你去閱讀原書，
歡迎你點擊下方資訊欄內連結，在合作網站購買紙本書或電子書版本。如果你覺得這一集說聽書心得對你有幫助，這個頻道對你有啟發，別忘了一鍵3連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讓更多人也能聽到這份知識的聲音。感謝你的收聽，我們下期再見。